母音係 A E I O U， 呢啲係高音，亦都係長音。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 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第一步係分音節，子音大母音嘅音節 Y 喺任何子音後邊，佢係變成母音 I， 子音大母音嘅音節。第二步分音律，3個音節一定係高、中、低 high mid low 中高低。第3步拼上，第4步拼下，拼每個音節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呢個係 R A E 係 E，C 係一個音節或者一個詞最收尾嘅地方係讀硬音 K 卡 K， 所以佢嘅尾音係 K P 爬噗，佢頭音係爬平，低音係第二個音平。呢度係 R A E M 嘛尾音係L 嗱 O 嘅頭音係嗱音中音嘅第3個音係連平。L 有佢自己嘅母音喺後邊係音節，有自己嘅音節就改唔到前邊嘅母音。前邊嘅母音8成讀短音，2成讀長音。呢度短音係 o， 所以呢度高音係第一個音 Olympic。拼下邊2個都係低音，冇得改。呢度係 o， 中音係 Olympic。第5步，第一個比較係邊個讀出嚟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Olympic 係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咁啊，第2個比較係兩個高音 Lim。睇下邊個出嚟嘅地方比較高嘅，嗰個就啱啦。鼻嘅高中低，喉嘅高中低，中間係呢度出嚟嘅 lim 喺上面出嚟，所以2個嘅讀法都係Olympic。呢度咧，因為L 有佢嘅音節，改唔到前邊8成讀短音，2成讀長音。頭先讀到 O， 而家你可以試長音 Olympic， 所以呢個字2個讀法都得。Olympic。She trained tirelessly for the Olympic Games, aiming for gold. She trained tirelessly for the Olympic Games, aiming for gold.